來看一寡台語歌呢，其實佇過去威權時期，攏互人變作是禁歌。今麥在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的彰化分署是當咧舉辦禁歌禁曲的展覽，希望互民眾會當了解這台灣過去歌曲審查的制度，同時嘛會當重新來思考這言論甲創作自由。山頂的烏狗兄，媽媽，請你也保重。這歌傳唱幾50檔的台灣經典歌曲，過去攏捌是政府查禁的禁歌。這陣台灣歌曲的創作自由多元，但是佇過去威權統治的時期，若是牽涉到批評政府、敏感話題等等的各種理由，攏是政府查禁的禁歌。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當咧舉辦禁歌禁曲展覽，要讓民眾了解台灣過去的歌曲審查制度。看了是感覺講，原來以前的社會，咁即擺的社會其實真的差足濟，最歡喜家己會當佇這個自由的年代安尼。即個歌攏常常聽到，即擺會當想到講，以前攏袂當聽，即擺會當聽，對這鮮明的拍拼甲奮鬥，我感覺足感動的。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甲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合作，為6月29開始舉辦威權統治時期的台灣禁歌檔案展，展出當年歌曲審查的公文、查禁的歌本、審查報告等等的資料。親像這張廣播電台記錄表，就是當初政府監聽的證據。咱台灣人愛聽歌，愛聽台語歌，這個歌曲咱政府家會禁掉，透過電台咧。廣播電台咧放這個歌曲，所以講伊就開始針對廣播電台開始咧監聽。就阮了解吼，咱以前禁歌吼，差不多有1000多條，可能有的歌是因為講伊唱開傷歡喜啊，有的是吼傷悲傷啊，互人感覺艱苦所以甲咱即擺的情形是無啥共款安尼。主辦單位表示，這屆展覽為即陣展出到8月25，希望用音樂做媒介，互民眾用較生活化的方式了解歷史、思考言論自由甲創作自由的珍貴。記者楊淑晴，彰化報道。